那些面料的结光金发，自己吹跳高，从现都冇强壮，当等一下，小朋友搞到冬天，让住片，太热没冒汗的个趋势。这边加深班的那个手艺很好哎。对呀，全班都配得做回来。好啊，再當然買啊。他們當百年風中嘅吹跳主片，入邊還有現做嘅吹跳盆包，到了貴風能量嘅吹跳筒，等呢位書嘅民族派嚟重重嘅呢個，行下嚟大家了出千里買嘅，除係啲民農贊助嘅朋友吹跳。萝卜慢慢拔，不要拔太快啊，这样萝卜会枯哦。專度一條吹跳長袖，冇幫過吹跳嘅彈衣設置都搞得動跳。有沒有看到？哎，找看看，找看看。好，要慢慢找，慢慢找，有耐心的找，慢慢找哈。這個有肉跑出來。哎，有肉跑出來，哦，像這個就可以了，這個貼着就用力，用力。哦，這樣哦，要怎樣的蘿蔔才可以拔？好大朋友的，大朋友的蘿蔔才可以拔。是小朋友的，要讓他長大才能拔。來葉輪，找看看葉輪，哪裡？哦，好。哇，那麼小。小朋友不學，小朋友要讓他長大。好，沒有。哦，你看它還是很大，你看它還是圓圓的，你看，哦，胖胖的，好，胖胖的可以，胖胖的可以，胖胖拿去，媽媽。胖胖可以啊。其實亞中活動吼，俺做搞生意，其實就是一個環保的觀念啦。那小的誰幾多片的俺就冇拔，我比太人會拔。然後我的手都快要斷掉了。謝謝小魚。好，3個通力合作，快點。還得能不能吹跳？秋冬來到民農，歸路都係按樣搶入住嘅吹跳站。朋友吹跳係民農嘅天主中，香港係早期對日本傳過來嘅，本單按照寫吹跳。下民農當到火風燙下，富士嘅土地流失，兩片不下來，土著生朋友體內出黃金，所以就將寫吹跳愛名做朋友。呢下少點民農仲當到，農民講專為民農嘅奶牛落氣候，係種朋友吹跳最好嘅。30度以下嘅那啲溫度啊，那天時啊，嗰日吼要要田哦，對要民農，除非對要講民農山下要一帶呢，吼，一講山下要一帶啊，我講按好嘅原因啊，主要係要土質啊，全部泥肉體啊，係啊冇乜嘅污染，冇乜嘅安尼，我有試過田嘅田球啊，嚟種安尼要要洗落皮啊，就最適合。咁俺就尋到俺的民農，弄把一切伊來種嘅品種。伊屬於朝陽品種，佮伊屬於個市場型嘅，個細個長，個不像一般嘅太羅皮解面太，所以相對啲也口感嚟講解面清甜嘅呢。啊，苗子是怎麼撈呢？用按撈落去的喏。啊，用的。冬夏雪跳，按那個熱跳下，讓到個吹跳點點麼生出來，因為中嘅時節冇乜落水，乃合早合熟，所以今日吹跳生到特別正。佢講藝術哦，也係講啊，喺中下以係講啊，嗬，連絡3月以嗬，要半行嘅水走出來哦，就要俾落皮咧嗰度加較溫淋水。啊，你講啊，唔溫淋水嘅蔬菜咯，鐵安尼殺講鐵切奶肉嘅嗬，奶肉鐵切嘅嗬，咁個嗬。就種起來啊，早嘅時節佢夾早，啊淹水咯，淹起來要佢會爸爸，嗰個因為適合講啊，我哋民農山下嘅民農，尤其民農山下嗬，一帶嗬，竟然嗬相當要多啊。當然個體每邊我講後，民農農民就可以使用吹跳，先將天橋曬到下晝掉個高大吹響，一來排水性下好，二來吹跳咪下會太。因為一個安尼細路皮啦嗬，伊只要40年，不像有啲太路皮啦，伊要30年。所以個非常嘅短期，個短期之內又可以帶來對太嘅一個經濟嘅效益。
还能刚刚还能利用讲，比如讲年代嘅喺秋天那个时节来种，过等过些年，还能马上又要接下又要死活嘞。所以讲，还能那里会发展那个西罗皮了哈，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其实我哋以前种，我哋开始种嘅下，我哋攞再去买，我哋都留嚟食啦。如果攞啲咩嗬，我冇留去我哋熬。反正水落去買有牛嘅熬去咩，買牛嘅熬去咩。有熬冇熬差別喺哪？有熬冇熬啊嗬，有冇熬留時就好，差別講啊，看起來又好，留時啲頭看起來個刺頭樣啊。啊，其實冇乜作用。佢嗰又好。拖一條拖一行啊，有條又是啊，你呢啲條啊，嗬，啊你啊，嗰容易抹起啦。啊，其實冇條啲條，啊落皮啲啊，嗬，落皮啲水分啊，嗬，佢本來你一個人去逛啊，嗬，吸皮。我講冇講硬嘅落皮嚟，我講軟。có nhiều dưỡng à, nên anh nói phải nên con anh ấy về mì nông tóm một số nhà bảy đồ bò số đây toàn bọc số nhà tụi mày hàng sắc số bọc số nhà được có tụi mày thế à thế à anh thử bao nhiêu này hay dùng thế nào thử bao nhiêu giống thùng này xưa đó giống thùng du thong quần mòn là tô tệ trái đồ phết cọ giang thay coi tổ chung nhà đồ phết là có dùng dùng chút con cá giống mà xưa đây à cá giống mà xưa đây dạ hay giá về à giá về xài nè hiện có trong mẹ can xài用nha cái gì mà cũng học nó khí hùng à衣服啊冇唔錯，也細細嘅錘頭用土當多，從挑到尾都用喺度。我係錄1日班，有人錄2日啊，你從嚟嘅啊，錄安尼啊？有啲錄嘅，錄好嘅，錄好嘅就誒，出水有個水就冇嘅，嗰陣就係冚實頭，冚邊講咧。錘頭是上過後，切做一塊一塊，被染泡泡嘅比較水，嚟到都係滷錘頭為先做嘅。鹽山嗰度做我有熟悉嘅，還有一般有哈，像我們公園處，哦醃的，先切好嘅，就像安尼切好嘅，都一斤落去都1兩鹽，啊滷1日班，啊我就計撒1日班鹽好撈起來嘅，都冚。收條冚到bis 18班趕嚟，按照公園處斷頭。闽農朋友錘頭，一般都拿來做將錘頭、錘布掠掉，唔但將增加嘅錘頭冇強弱嘅風味，下就帶將食物保存下來。做鹹淡係老祖公啲家長冇備上嘅煙台，發展出來嘅加工法，一點一滴都係生活智慧。從呢種對人來講係美中東懷舊樣嘅記憶嘅美食啊！啊，就是人看到人做又想做安尼，每年人就會想做，啊有考試咩？啊有可以安尼，哦有下班食飯，我考試唔到，教是落俾你幫幫啊喂安尼，意思就安尼，有冇？條班人佢講冇好食吼，條班人講冇事就愛做起來，做1年過後誒就愛看下到下1年是1年咧，有冇？車球冇錯嘅落1天咧。啊，這個7、8日嘅下做車球落1天，啲時節咧冇錯呀，就落俾你也好，挑絲也好，一般滷到薑也好，就安尼夾啊就有食。會當洗袂當切，啊，就安尼吼，安尼我講安尼可以使啊嗎？還有安尼就好啊，一個星期有個大啊，這吼我你講真能好。把薑皮到錘頭香，出係咧最細金黃色嘅錘布絲。如果見解次錘頭，就做啲細嘢到3件嘅錘布絲，唔但產樣，主辦到調體嘅錘頭汁，闽農人未冇打上踢。這煎龍夾好。切絞肉，這絞肉了，它就是切給你香氣。切絞肉。對對，它梅乾菜其實3層了吧？你絞肉哦，這個吃完了，肉還沒有人要吃。這個啊？哎。沒有切絞肉。這麼要宰梅農才有這個東西啊！絞肉做回來，這什麼菜啊？這什麼菜啊？葉啦，蘿蔔葉啊！蘿蔔葉啊！蘿蔔的葉子啊！我看你也有啊。炸的之前是會打。我呀。
每边坡各体过后，头边坡10天之前，民农民就会开始种稻短期抢菜，按照做小动。下站呢，咪系属于理所嘅之中。深过对染酒购买之途回睇过后，民农超度万乃都系抢住嘅染天。然农冇可能种染呢、收染呢、熏染呢嘅好光景，每日嘅cham呢冇睇嚟。從而自家來講，現在種錢度嘅時間種幾種7、8甲啊，種7、8甲啊。啊，你下存幾多？現存咗3個冇甲呀。現在又播增加嘅啦，啊，啲路皮咧就冇啦，太好太快啦。我以前人那個種2甲人嘅咧。2甲人。啊，你啊，同該鹽田你下全部都改種路。係改種路皮咧。誒，該鹽咧你下家是下唔好處。較唔會啊，而面煙嘅啊。都要爭差當當嗬。爭差差蠻多。啊，我見啊，路皮咧採起嚟就自然嘅咧，民農嘅糧食面啊。因為民農攏把兩種主要嘅農業相關嘅，天咧屬豬嘅，天意種鹽嘅。個因為水源保護區豬嘅屬唔得咧，個要卡到公賣制度嘅基礎，所以講造成個安尼鹽咧，目前嚟講，安尼全民農佔嘛，除170公頃。過以全盛時期有2000人公頃，所以勢必民農嘅農業要面對另外一個轉型。所以就當農民現實貴種菜頭，不過去年價錢都好，今年大家從嚟做，所以生產睇到價錢實跌咧是到唔上。喺外面嘅83年嘅時節咯，廣告冇睇下你民農冇到啊，冇到縮甲啊，到底就話廣告咩前面縮甲就發覺困難啦，睇下人種一時啊，你種嚟實就有咩？啊，今年哦，他家要加上哦，他家下位種啊，你要過多一些咧，200、300甲皮嘅，200差唔多一股差唔多270甲皮嘅，相當多嘅啊。我做2表，一表啊哈，做表嘅幾好，你到15元錢都買上下，哦，哎呀表啊都從到有嘅都6幾元、7幾元啦。差到一半呢？係啊，冇辦法，多咩？哦，路皮度度度，想下你面農仔啊，拉條仔喺度慢慢，一拉去佢拉到路皮地。南灣政府800風采關係，公共客減少當多，每年能影響菜頭嘅銷售量。民農去到6月6號，往年就當農家人都會喺蘆筍擺攤呢，賣自家生產嘅朋友菜頭。不過今年嘅生意變得都唔好，佢哋嘅感受係最深嘅。這一堆聽說是今天賣的。對對對。那今天現在到3點還不到，你們賣多少了？可能有300-400斤有了哦。賣300-400斤。對。那很好嗎？還不錯。如果比去年來講的話，今年比較不好。那去年跟今年來比差多少？1/3。因為東北的遊客來民農都會帶路皮嚟貴，個因為風災關係吼，安尼岐山岐山地區包含玉桂、內門、甲仙、民農，整體嘅呢休閒的人客啊吼減少幾多，人數看至少減少60%以上。呢下朋友菜頭天天喺做面上，有日來當然夾住兩種食菜頭嘅好味道，不過專業過程當中未拄到嚟當到困難。路皮嚟聽嚟講嘅，農百呢可能。家家戶戶啊，種一些的一家路一家是因為個都已經變成安尼面對一個市場性，所以個安在轉型的過程之中，安尼呢，也許講安尼生產超過安尼呢需求方面呢已經供過於求，所以個阿個部分安尼加強嘅部分就個阿個路皮嚟的一個整體一個行銷嘅部分，希望講阿個可以讓安那個產業啊可以穩定下來。無論係政策問題，也係天災帶來衝擊。都抗人哋民農業者宣布嘅消息，然而往歸當改變中，民農業未接起理解清新嘅出路。不過未來運用班做好總量管制，加強行銷，冇出產太多賣唔出去，顛倒措施農民利益受損嘅事件個發生，將係一個重要嘅課題。